我们各地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师父来给各位大家介绍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，这个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。我们做功课，经常都把《地藏经》拿来好好的恭诵一遍，里头的内容非常的详实，而且对我们众生很大的帮助。我们很感谢释迦佛陀讲出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他说，在这个地球上面，一切众生啊，你起心动念，无非是罪啊。我们每一个念头，心在浮动的时候，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都是罪啊。为什么？都自私自利啊，只单单考虑自己，也没有关怀众生。人家说要视民如亲，护众如己，你完全没有。都是只有想到自己，没有考虑到别人。你看我们起来的念头都是罪业啊，造罪无量无边，其性刚强，难调难服啊。你的本性呢，非常的刚硬呢，怎么劝化都很难，所以难调难服，非常困难的去调制它。叛逆性很强，这就是其性刚强，难调难服，自性无定，习恶者多啊。他的本性不安定，忽好忽坏，忽善忽恶，捉摸不定的，所以他习恶者多。那种习性大部分都是去造恶、去造罪，跟人家结恶缘的。纵发善心，悉以即退。就算你发一点善良的心，但是即刻当中、瞬间当中，他马上就退转了。我要发菩提心，我要好好为众生来奉献，我一定要慈悲的对待别人。你发那个善心，但是你稍微不如意的时候，受到别人一点点的反弹的时候，你马上就退转了。若遇恶缘，念念增长。如果碰到一个不好的因缘，比如说一个朋友给你煽动了，或者是一个很不好的环境把你诱惑了，这种恶的因缘念念增长啊，我们是多么的贪求它哟。我们整个人的心性上就被它改变控制了，每天都在想这个。你看啊，好吃懒做、赌博啊、诈骗啊、喝酒啊、去撞人啊，这些恶的因缘对他来讲，他很喜欢，所以他念念增长，在他的内心当中，好像这个东西会生根一样，一直茁壮，一直茁壮。心生贪念，一起烦恼，心里面呢一直在贪求、迷恋这些外在的东西，一起烦恼。他每天都是烦恼，不安定，他的内心当中就一片污浊。他的心静不下来，所以你看，他起了很多的烦恼。一旦起了烦恼，会怎样？你烦恼不断，你心性不清净，那你贪嗔痴就一直来了，跟别人对立了，人与人之间就撕裂了。所以你的贪求越多，你的烦恼就越强。不知捐国，无智慧心，不知道改变啊，怎么样能够自己把这些习气斩断？他不知道啊，他不了解，他以为这样子觉得日子很好了，他很满足了。实际上他在造无量的罪业，没有智慧的心。什么叫智慧？你要看得开，放得下，知道那个是个假象啊，这都是希望不实的，没有办法固定永久存在。你不知道啊，没有那个智慧的心，所以轮转生死，永无出期，就一直打转啊，在六道轮回过程当中，受生受死，没有解脱的日子，永无出期。你想要跳出，永远没办法期待啊，等待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啊？什么时候你才能够不要在这个娑婆世界折磨呢？没有那个时候了，没有事先可以预期的时间了，所以这很痛苦。地藏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我们众生的习性太重了，这种造罪造业的心性上不稳定，而且一直很强烈的去贪求外在的东西，搞得自己啊神魂颠倒的。所以你看，释迦佛陀透过《地藏本愿经》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有末法的众生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多多念佛啊，靠着念佛的功德力，时时刻刻佛光普照，把我们内心的罪业呢，能够把它清除干净。我们发愿西方以后就不会有六道轮回，是这样的原因的。所以我们呢，千万不要辜负了佛的这种悲心悲愿，对我们众生的期待，我们不能辜负它。今天把这一章的内容简单跟各位大家做一个报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